大家好，今次沙田日馬就算熱門和計啊，預咗尾場呢隻包裝萬象。呢場尾場第11場呢，3班12米14隻出足，大家都必然會揀呢隻潘頓嘅熱門包裝萬象。不過配角方面呢，我就偏向揀一啲冇咁熱門嘅馬啦。Anyway，我哋都先睇睇呢隻包裝萬象熱門係咪咁穩陣先。咁上季初出跑馬地4班1200，咁再睇埋今期寶芝領先係88，替父從軍啖氣豪。咁我諗大家都有聽過花木蘭嘅故事啊，代父從軍，男扮女裝去從軍啊。咁無疑係配合包裝成萬象嘅一員。咁所以潘頓呢隻包裝萬象呢，就算係大熱門呢，你都要揀翻佢。咁至於配角方面呢，就揀咗兩隻跑過同班同庭嘅馬試下啦。一隻係呢隻6號嘅勁進先鋒，咁依家睇邊呢都有10倍以上嘅。咁另一隻就要冷門啦，10號呢隻深紅號，而家冷門邊呢都成45倍嘅。好，咁最後總結一下，今次係預咗尾場11場呢隻呢，潘頓嘅1號包裝萬象，另外配角呢就要埋呢隻6號勁進先鋒，同埋10號呢隻深紅號。好，今次星期日沙田日賽嘅分享就到呢度先，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